今仔日宪法的法庭将对死刑的议题来进行严肃的辩论。有3个进前捌对废死表态的大法官是回避审理，法务部是主张讲死刑的制度是宪政的提出认同的，也毋过申请方是认为就算是法官嘛无杀人的权利。一大群律师出面准备交证，要为死刑犯伫法庭上辩生论死。这还是要为死囚请命吗？目前全台湾有37个死刑犯，无一个例外拢声称释宪，主张死刑夺走人身尊严、侵害生命权，而且佫违反宪法保障的比例原则等等。这是我准备怎么样应战吗？是。法务部是派出检察司应战，主张制度合宪，死刑存废已经争论真侪年。双方23伫宪法法庭直接对决，大法官当中有尤碧祥、蔡景敦、蔡彩晶3个人回避审理，会交予12个大法官决定死刑释宪的结果。多年来，所谓的多数反对废死是过于简单的说法，因为这种民调都是在问一个不存在的假问题：人民接受无条件的废死吗？但是我们今天在宪法上问的是，是否存在替代死刑的措施？其中关键的争议点，死刑作为法定刑敢有违宪，敢有干涉到民众免受极刑等等的权利。申请方主张死刑的协助效果无法度确认，就算讲是法官嘛无杀人的权利，残忍拥抱才该是死刑真正的目的。如果刑法是以受罚者的行为连结，正是这种自我行为的刑法责任承担，显示出国家基于保障人性尊严，给予个人自主性以及自我决定、自我负责的尊重。也若法务部是认为死刑制度经过宪政特殊的认定，就算讲生命权有宪法保障，毋过嘛毋是绝对的。若根据罪责并行的理由，死刑已经有下到适当性、必要性，甲最后手段性，双方一来一往，对死刑存废展开激烈的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